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林雅珊，欢迎收看5月4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新政府内阁持续向台南市政府借调人才，包括秘书长甲副市长。对此，市长赖清德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上午伫市政会议以后正式宣布，包括副市长顶3个职缺，拢由府内优秀人才胜任。现在做伙来看会议的实况。我借这个机会来宣布我们副市长跟秘书长及副秘书长的新任人事。因为新政府成立之后，向本府借将，基于这个为国举才，而且全民期待的情况之下，我们只能够忍痛割爱先后有陈秘书长接任行政院的秘书长，国发会这个曾副市长接任国发会的副主委，赖淑慧赖副秘书长他也退休，在这种状况之下呢，我们有新的人选必须要继任。那我必须要跟各位局处表达最大的感谢每一个局处表现都非常杰出非常优秀。也因为大家的努力才让我们这个条件客观相对不足的城市有机会持续不断的进步。但是因为后续剩下2年多的任期，基于功能上的选项所以我特别从我们市府的局处首长当中来选拔人选来接任工作并不是代表其他的同仁首长表现不好，并不是这意思甚至这个是个苦差事这是个苦差事所以利用他们不在的时候宣布，所以不会拒绝。新任副市长是由公务局吴宗龙局长升任，我们掌声。新任秘书长由水利局李梦燕局长升任，新任副秘书长由地政局林燕山局长升任。我们今天会议到此，谢谢大家。接受听这个议长李全教上午特别召开记者会，会中指出，伊强烈怀疑查扣议长选票的目的是为民进党查项走票，而不是为着调查贿选。同时，伊也质疑司法单位配合政治操作，予伊接受政治审判。接受听这个议长李全教上午召开记者会，质疑台南地检署前检察长费玲玲、湘粤主任检察官蔡丽仪、主任检察官钟和宪以查贿选的理由配合民进党查扣选票，目的只是帮民进党查出上走票，批评司法人员甘愿成为政治人物的职业机予伊相当看不起。强调如果得不到法务部合理的回应，就无排除发动抗争。整个扣选票是为了替民进党去查谁跑票，而不是为了查贿选。这一种司法人员甘为政治的棋子完全泯灭司法道德良心，甘为政治棋子，这种举动非常的不耻。法务部他的回答，到底他怎么惩处当初的检察长费玲玲、湘粤主任检察官蔡丽仪、主任检察官钟和宪，他们用这种非法的手段配合政治来毁灭一个人，我们要请问法务部他怎么处理这个事情？我们不排除得不到一个合理的答复，发动抗争。另外，针对民事的议员当选无效指诉甲刑事的议长贿选案，李全教表示，一切拢是司法单位配合政治操作，要求将证据摕出来，若无莫去用政治审判来迫害伊。
完全没有任何证据的一个所谓合理推断、自由心证，这不是政治判决是什么？有我的录音，有任何涉及我的任何证据，请拿出来，请不要借势借端，用这种政治审判来迫害我。针对李双高在记者会所讲的内容，市府表示无被回应。台湾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议员洪玉凤上午在质询公务局时指出，第次在升级以后，国民党政府对公务局的补助款都117亿，在各县市排行第1名。伊希望未来民进党执政，同款会当重视台南，继续补助大量经费。议员洪玉凤上午接到质询水利局甲公务局时指出，民进党议员甲政治人物定定伫选举的时阵，以马政府重北轻南来洗人南部民众，互民众有错误的印象。伊强调，国民党执政这几冬对台南市的补助款拢是优先考虑。要甲台南看在眼内，是安那干那一个公务局，就会当摕到117亿。我想。真侪代志啦，我们要把事实摊出来摊出来讲。如果今天中央不重视南部的话，那他就不需要给我们这个补助款了，因为各县市大家拢在烧钱啊。我嘛知影讲，局长你长期以来伫公务这个区块，会用讲和中央建立的沟通的管道很畅通啊。所以我们知道说，每次你在争取预算的时候，都是把你列为第一考虑的啦，所以你唔才会当成绩才好啊。而且嘛，甲你感谢你的辛苦，所以我嘛拜托所有的人，每一个人拢有机会做执政，每一个党拢有机会做在野。当你在野的时阵，聘惜别人，但是你无忘用心讲话啊。等下你做执政的时阵，你敢有才调亲像恁在野的时阵，争取这哪悬比例的经费，来互台南市做基础建设。议员洪玉凤强调，每一个政党拢有机会执政，也有可能在野。民进党将由在野转为执政党，希望未来民进党新政府会当像马政府同款重视台南，继续大量的经费补助。也希望民进党政治人物在选战的时阵，莫阁讲白贼话。台湾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北区路明里因为地势较低，所以也成为定定饮水的地段。对此，议员陈义珍接到上午向水利局质询时，要求该单位赶紧改善排水的问题，莫阁互民众遭受饮水之苦。在上午水利局的业务质询甲报告当中，议员陈义珍关心北区路明里的排水系统，表示该区段地势较低，佮位伫水尾，时常饮水，希望水利局会当甲教务局建议，想办法解决。这个成功路这个裕民里这个问题其实包括不管是里长或地方的民众也都一直在反映跟关心但是到目前具体的做法还没有出来。那当然，公所有做一些小部分的工程，他们可以先做的，公所有先做。但是我们水利局跟公务局这边呢？那您提到的这个裕民里，它是透过成功路，应该是西河路的大香涵排到运河那边去。那之前曾经在那个西河路跟这个文贤路交界那里，我们有把那个巷道的侧沟把它接入香涵里面，当时有做的这些紧急的工程，所以是有前任的里长，我记得他有提到说有局部的已经有显著的改善。那我想这个地方我们再整体看看，应该还是要做更彻底的一个处理。对，因为另外，议员关心在2月6号地动过后，道路甲水沟的修复情形，并表示有民众反映，新甲里伫修复工程完成了后，出现水沟比道路更较悬的情形，互因真烦恼大雨一来，恐惊会造成饮水。其实我们也看到说，其实在做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有出现一些零零星星的问题像。小公我最近赶去看正觉里的部分他已经开始做了，但是做完之后，附近的民众一直在说水沟高啦，路比较低啦，或是什么样。那我想附近的民众就有一点担心这个未来，因为那个地方就是地势比较低洼嘛，那又配合他们，又因为他们可能因为地震之后，所以他们整个房子又比较下陷了，所以他们会担心说急雨来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他们，会很容易淹水啦。
对此，公务局长回应，所有的修复工程有计伫5月底进行完成。而针对增加力的部分，将伫1礼拜内要求科长到现场做适度的调整。台湾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5月份的全面科学日，串联全台各地的学校，由科技部甲各县市政府互相合作，互科学列车伫5月3号为台北车头出发，展开为期4天的环岛活动。科普列车环岛5月3号对台北火车站出发，伫咧今仔日中昼，坐对嘉义来的学生来到台南，要伫咧台南站进行总共4项无同款的科学实验，相当趣味。很高兴哦，今天我们台南市政府教育局呢，跟成功大学以及科技部呢合作呢，办理这个科普的环岛列车的这样的活动哦。那我们有后甲国中、新市国中跟我们胜利国小的180位的学生呢，可以透过这个科普列车的系列活动哦，亲自的来体验学习有关于科学教育里面呢，动手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哈。那透过这样活动的这个尝试呢，让学生可以了解到呢，这个科学的一些知识啊、原理。那另外呢，也有这些实作操作的体验学习哈。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活动，让学生在心里呢，这个埋下科学对科学学习的这个种子哈。然后呢，以后呢，在科学领域呢，都可以有更多的探索跟学习。当时台南的学生也陆陆续续伫咧这段时间，一个进站上车，并抱着欢喜的心情，要随着科普列车的启动，前往后一个科学学习基地高雄。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汽车哦，我不只有车，我还有司机。认真负责人，酒后不开车。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基比医学中心为了让到病院看诊的病人甲家属以及护理人员，会当度过一个温馨的母亲节。为5月4号开始举办一系列母亲节关怀活动，有疗龄体验以及迎接今年期的医疗讲座、干净体检等等，要让所有辛苦的妈妈度过一个快乐的母亲节。全力幼儿园的小朋友表演，为今年基比医学中心举办的母亲节关怀活动揭开序幕。院长亲手送康乃馨，予民众也有医护人员，现场也有按摩体验活动，要让所有民众会当借着这个机会放松家己。我们今年母亲节提早庆祝，那最主要是感谢母亲过去的辛劳。那我们今天特别请来群力幼儿园的可爱的小朋友来献唱给母亲。那我们也提醒当母亲的、当儿女的，在这个每个人都会老，在这个老化的过程当中，女性同胞会经过一个更年期，那有一些症状会不舒服，所以我们也趁这个机会，有一些更年期的卫教，来帮忙这些母亲可以度过这个更年期的危机。那另一方面是这个癌症早期发现可以治疗很多的癌症，我们也继续趁这个机会来提醒母亲或者是儿女能够来做这个癌症的筛检，能够如果真的有癌症的话，可以早期的发现、早期的治疗。
那祝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今天碰巧来医院哈，结果碰到那个奇美医院办的这个活动哈，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跟温馨，尤其哈是他那个面面俱到哈，那个在医院里头哈，还有散播这样子的一个温馨。5月7號下早，也有舉辦一場迎接更年期的醫療講座，希望增加民眾保健常識，用正常的態度迎接適齡生活。同講要健康諮詢以及感情篩檢、參觀遊戲等等，歡迎所有民眾到現場做伙來體驗。台聯新聞郭博義採訪報道。台南病院為8當前，就針對輕度精神障礙的患者進行社區復健中心的工作訓練、甲職能治療，一直以來都有袂歹的成效，包括順利進入校園擔任工友，也就是從事餐飲、洗車等工作。上岸36位學員嘛用因的熱情活力，佇家院慶祝母親節活動，連續表演得到真大回響。社區復健中心的學員雖然有精神上相關的疾病，不過經過老師長期的訓練，嘛算是職能治療的一部分。不管是跳起練武功，或者是表演歷史外匯率等曲目，攏相當精彩。除了幫助因肢體動作協調，嘛應邀佇節日來表演。上岸家院慶祝母親節拍頭陣，得到熱的回響。最主要是我们要训练学员四肢的肢体灵活度，能够从于工作。所以呢，他每个礼拜3都会拨2个小时到3个小时的时间来带领我们做这些的体能的部分，训练他们的记忆，也训练他们怎么去掌控他们的肢体，还有方向感。那我们这个团体在99年的时候，陆陆续续就是我们社服务室举办一些活动，提供他们这些接触社会人群，然后让他们能够看到人不会害怕、退缩。这是我们这一次我们的油画老师花了相当大的，从99年到现在，我们都陆陆续续的接受了卫生局还有我们医院的一些活动团体，所以我们的学员就会慢慢的这样子的带出来。但病院慶祝母親節，除了以感恩作為主題，希望關心所有母親的健康，感謝辛苦的母親以外，透過表演，除了獻上祝福，嘛希望借此擺脫一般民眾對精神障礙朋友的刻板印象，互因透過工作訓練甲團體生活以後，嘛當適應人群，進入社會，甲一般人同款。台新聞管及張偉忠採訪報道。南大科技大學嘅國際藝術文化節，在全校師生嘅熱情響應之下，已經邁入第11屆。每一檔唔但互外籍學生透過文物美術嘅推廣，甲台灣交流，了解風俗民情，相對嘛拓展台灣學生嘅國際觀，為校園生活留下美好嘅回憶。活動現場展示17個國家美食料理單位，生豬、香酥。是各樣的口味攏有，所有外籍學生精心的準備甲布置，都來呈現該國家美食甲特色，嘛希望甲台灣跨文化交流。確實嘛，去南台這些學生前來交關，唔免出國，對當品嚐各國的美食，場面相當熱烈。因為剛好學校交換學生又很多，然後好像有30幾個國家吧，聽我們老師講，因為我們是上課，然後來這邊參觀。然後剛好又可以吃到他們的食物，就覺得很新奇。而且學校辦這麼多活動，就可以讓大家都認識互相的文化。每一檔南台科技大學的國際文化節，透過美食甲表演，來呈現台灣文化的國際學習環境，展現該校佇推展國際文化活力。還當看出外籍學生來南台數量逐檔增加，同時嘛增加學生的世界觀。我們的國際學生現在越來越多。那目前來講，已經大概有276位的學位生。那如果加上短期生再進來的話，可能每年大概都有將近1000位學生從海外來到我們的學校。那這些學生來自不同的地區、不同的國家，當然每個人的文化背景都不一樣。
那我们当然不一定有机会说每个学生都进到每个台湾学生的班级里面去共同上课，但是呢，他们如果透过这个活动能够跟我们台湾学生分享，那我想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对我们台湾学生的这个国际观的一个开拓哈，有很大的一个帮助。今年这段盛会嘛，让外籍学生在校园生活留下美好的点点滴滴，并且将这份求学的情感传播出去。电视新闻官及张伟忠采访报道。在地知名餐厅都要推广饮食教育，嘛响应政府推动校园食农计划，特别甲台南女中共同规划今年第1场的味觉教育，并且家己校园甲学生分享食美食的特殊体验。对法国起源的味觉教育，由知名餐饮业者帕萨蒂娜国际餐饮引进台湾。即马也当伫咧积极推广，要更侪人了解，其实只要用心，找到好的食材，就算只经过简单的煮食，也会当让食物变甲非常的美味，同时可以当食了健康无负担。为什么要做味觉教育？各位都知道哈，这是全世界都一直在发生的事。实际上，我对于食物本身就非常的浅见，很简单。当你找到好的食材，不必多加添加，就可以做出非常好的一个食物的东西。校长希望借由优质化的三学合作，让学生的印象加深，同时扩展生活经验，用家己所学的知识进行健康饮食的计划。因为我们这个是学校优质化的一个计划课程，优质化它是附着在我们的家政课里面啊。不过它就跳脱了我们家政课的一个固定课纲了，那我们有加深加广，然后学生有更多的参与，那我们也做一个产学合作透过每一档加入校园的味觉教育活动，让学生甲总部师面对面交流，熟悉食物的原味，了解料理背后的创作理念。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去年得到新北市道艺中心新组奖的知名创作大师王小光，在当前已经弘扬过去唔捌伫台南展出，今年21件经典道艺品首度来到台南展出，机会难得，想要欣赏的民众请把握机会。用特殊的烧窑方式创造1200度的高温，一概烧成的高温釉下菜，得到陶艺终身成就奖的大师王小光，掌握到千变万化的丰富色彩，表现在作品上更加显得独一无二。每一件作品拢达得慢慢的品味，市长也亲自前来表达高度的赞赏。它是热这个高温这个山彩高温现代山彩的这个技术可以说是在台湾无人能够出其右。相对于唐代的低温山彩自然能够成为一家之言，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我们非常荣幸的能够第一次争取到来展出当代影响两岸陶艺艺术发展的有重大贡献的王修功大师。那我们对这个活动也筹备了已经有半年了。那终于到我们府城的指标性的艺术建筑物格利亚提供非常好的场地，然后我们来办理2016年釉彩魔法师的经典作品展。今年已经87岁的王修功大师是我们当代陶艺界的巨擘。王修功大师的多彩釉系列创作首度来到台南展出，总共21件作品，展期到5月10号。想要欣赏大师作品风采的民众，请把握机会。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好天，有时多云的天气，温度26度到31度，落雨几率一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你收看5月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雅珊，咱再会。